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高高講學會。又到嚟民主兒女教大家做料理嘅時間咧。今日呢，民主兒女教大家做嘅第一個蓋酒。以前呢，在生活比較辛苦的年代，媽媽如果要幫女兒坐月子的話呢，她一定會殺一隻自己養的放山雞，好好的幫女兒補一補。到底要怎麼樣做出有媽媽味道的蓋酒呢？好，現在呢，我要先放麻油跟薑，先去煸香。這個麻油也是我們今天要教大家講的客家的詞哦，就是麻油，講法就是麻油，麻油。这味道跑出来，姜跟麻油味道融合之后，接下来我就可以把我们的鸡腿肉放下去喽。好，现在非常香了。接下来我要把我们的米酒放下去喽。但是一般来说的话，妈妈啊都会把它加全酒，因为比较补。可是我怕待会试吃员会吃到醉倒，所以待会我会掺一点水。这个米酒客家话讲法呢，就是米酒，米酒。要记得哦。好，我是要把米酒加进去喽。在我们等待它滚的时间呢，来教大家讲一句客家话哦。这个煮鸡酒要用到米酒，海陆的讲法就是煮盖酒而用到米酒，煮盖酒而用到米酒。待会呢上桌来品尝看看喽。今天呢，我们一样邀请到有3位试吃员来品尝看看民主煮的这鸡酒到底合不合他们的胃口，还 OK 吗？非常好。太棒了，我已经成功了。现在呢，我要再教你们挑战讲一句客家话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一句客家话呢，就是说煮鸡酒要用到米酒，海陆腔的讲法就是煮盖酒而用到米酒，煮盖酒而用到米酒。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讲到这个鸡酒麻油鸡，有没有就让你先醉倒了？因为正统的客家鸡酒是用纯酒来煮的，真的很吸引人呢。当然了，我们认识新的词，一起来复习一遍吧。来看到第一个词就是麻油，麻油，麻油。第二个呢，则是米酒，米酒，米酒。第3个，我们来学到一整句话哦。来看到这句话就是煮鸡酒要用到米酒，煮盖酒而用到米酒，煮盖酒而用到米酒。下次自己动手做做看吧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